大家好，我背心大師翻到嚟醫室嘅第2日啦，少少新手攻略嘅分享啦。故事模式第1日之後咧，你應該係打到呢一個章節6，然之後就卡關，要升到20級先至可以過關嘅。千祈唔好忽略咗你個超年之症。初期呢度咧，你係要解晒超年之症呢度所有嘅任務嘅。基本上呢度所有嘅任務咧，都用體力去完成嘅。完成晒啦，而家卡咗喺度呢個委託技士咧，就要2個5星嘅2格者啦。自學調鞋就卡咗喺升20級嘅任務啦。不過呢度最重要都係2格命途啊。暫時卡咗喺重構冰和危機3啦。呢度基本上咧，所有嘅任務都係圍繞住你嘅2格者練。暫時我卡咗喺第2版。7日咧，基本上將你所有嘅資源俾晒練就得噶啦，因為你要用練去解鎖呢度所有嘅任務嘅，一定要7日內完成啊。點解？因為咧練咧去到後期係冇咁強勢嘅角色嚟嘅。而家咧我要快脆升到其他角色去完成呢個重構冰和危機3啦。然之後我會建議大家用呢個紅晶石咧去買光呢個體力嘅，快脆完成晒所有任務去啦，因為真係好緊要。呢個就會分到你同其他玩家嘅進度。頭先咧我都提過要將所有嘅資源咧灌注俾練嘅，將佢升到5星啦。技能呢度咧其中一個已經升到2級啦，因為佢係解鎖任務嘅其中一個條件嚟嘅。咁重要嘅完美晶格嘅材料咧都灌注俾佢咧，但係我啱啱話佢後期又冇咁強勢喎，所以我先同大家講，你一定要7日內完成晒佢成個超年之症2格命途嘅委託啊！因為佢喺7日之內咧，其實係可以將佢成個角色還原重構嘅，所以我先提醒大家一定要7日之內完成啊！呢條片咧第1日拍嘅，相信今日已經係第2日啦，大家仲有5日零10幾個小時去完成呢個2格命途啊！好啦，新手嘅方向就去到呢度啦，記住唔好忽略你嘅超年之症，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ubscribe 同 share 我 channel 啦，亦都打開呢個小鈴鐺，有新片嘅時候就會通知你。下次見，拜拜。